早餐我食3個包，食5、6碗飯。出世嗰時候已經肥㗎啦，到而家都係一樣咁肥啦。塊面仔咧就開始係圓碌碌啦、脹晒啦，手腳開始咧就好粗啊。第日如果佢真係到發展到200磅嘅時候，佢怨我㗎嘛會。即係我覺得肥就容易咯，但係你要減肥咧，真係好辛苦。文裕今年5歲，讀緊幼稚園，體重有76磅，比同年齡嘅小朋友重磅，超出標準體重20%，屬於肥胖。咁佢出世嗰陣時都唔係話好特別大隻啦，7磅半啦。男仔嚟講就標準咯。到大約舊年啦，佢4歲零到啦，咁就真係覺得佢咧就有啲論盡嘅感覺。譬如爬嗰啲公園啲馬騮架，咁佢又唔係爬唔到，咁但係咧覺得佢好似力不從心咁樣咯。文裕媽媽要返工，日常起居都由工人姐姐照顧。最近佢發覺仔仔特別為食，成日忍唔住揾嘢食。咁佢開始就古古惑惑咁樣咧，就會擔凳仔咧偷嘢食。朝頭早早餐食嘅麵包，佢會攞咗，下午茶又食多次啦。又或者去雪櫃嗰度咧就偷嘢飲啦。我翻嚟問工人點解有張凳仔喺雪櫃門口嘅？咁工人話唔知啊。咁原來就係佢咧就係偷咗嘢食啊。小姐唔該，約咗史教授。睇住個仔一下子體型膨脹，文太開始擔心文裕過肥影響健康。健康院雖然轉介佢去公立醫院做評估，不過排期就要等1年。呢日佢先向營養師求助，點幫個仔減肥。嗱，咁你之前咧就做健康檢查嘅時候咧，就發覺你個體重同你個高度咧唔係好成比例喎。你個體重其實極其量係唔應該過27.6嘅，咁你而家34.1，總共咧就重咗大概嚟講係6.5公斤咯。咁所以其實所有嘅數字咧，佢喺今次嚟講都超咗標噶啦。咁你預計小朋友嚟講咧，應該1個禮拜咧就應該要減1磅嘅，係啦，又唔可以太快，因為太快嘅話都會影響佢嘅發育，同埋佢影響佢嘅高度嘅增加嘅。咁所以運動嗰部分我哋要做啦，另外嘅喺食物方面嚟講，我哋都要着手喎，得唔得？你應承咗先，你講咗先。哇，好喎！咁我哋信啦。年長嘅人啦，覺得小朋友即係肥嘟嘟啊，好可愛啊。咁但係要強調一樣嘢，就係話，當佢哋細個咧，佢哋本身已經係肥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嘅脂肪細胞個數量係不斷嘅增長嘅。咁但係如果同佢哋減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嘅細胞嘅數量係絕對唔會減少嘅，只會嚟講係將佢哋嘅細胞嗰個嘅 size 嗰個嘅體積係縮細嘅啫。到咗第時佢大個咗嘅時候嚟講咧，如果佢哋又亂食翻嘅話咧，佢哋又再肥胖嗰個機會率咧，比起本身童年時候佢冇肥胖嘅小朋友咧嘅機會大好多嘅。肥胖咧喺國際上咧，其實我哋有唔同嘅標準咧嚟到去確定一個人係咪肥胖嘅。嗱，其中一個用得比較多嘅就叫體質指數 BMI。嗱，基本上 BMI 嗰個計算方法咧，就大家家長都可以做得到㗎啦。我哋將一個小朋友以千克做單位嘅體重，除以用米做單位嘅高度嘅二次方，一般咧超過咗25咧就已經算係過重，而超過30咧就係癡肥。根據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嘅統計，香港學童超重同肥胖數字近年不斷上升，中小學生分別由96、97學年嘅1/3同1/6，上升到上學年嘅2/. 5個入邊有1個係肥胖，咁其實係好嚴重嘅。
咁大咗肥之後咧，你會發覺咧佢有糖尿病、心臟病、痛風症、血管疾病、腦中風、脂肪肝、睡眠窒息症，全部都喺晒肥胖裏邊會發生嘅。已經再唔係一個話肥胖係靚同唔靚嘅問題啦，已經係肥胖係成為一個慢性嘅疾病，而呢啲慢性嘅疾病咧係直接影響成個社會嘅醫療架構。因為我哋而家社會用緊好多資源咧去醫一啲頭先我講嗰啲病，而嗰啲病嘅源頭咧都係同肥胖有直接關係。陳鳳英醫生10年前追蹤研究兒童肥胖問題，佢發現香港肥胖兒童當中有7成7出現脂肪肝，情況嚴重。兒童肥胖咧，咁個脂肪肝如果有一段好長嘅時間，幾時變成肝炎，幾時變肝硬化，幾時變肝癌咧，都可以好嚴重嘅嚇。日常做啲乜嘢？譬如朝頭早經過多年嚟跟進，陳鳳英話：最後只得2成肥胖學童成功減肥，擺脱脂肪肝，其餘大部分個案都無法改善，更有學童病情漸漸惡化，成為2型糖尿病個案。即係口痕啊！個個小息都落去啊嘛！要2串串燒，跟住要個同腸，有燒賣、麥丸，乜都有，有杯麵。羊群心態，個個落去啦。你唔買又好似又唔知點咁，咁係咪都買少少咯？咪肥咯而家。健樂讀緊中1，今年13歲，由幼稚園開始就已經超重。咁由幼稚園嗰時開始就慢慢肥啦。嗰陣時4年班、5年班都有130幾磅喎，即係好肥喎！要去見營養師啦，要同佢去度嗰啲咁啊夾嗰啲咁嘅脂肪有幾多啦，嗰啲肌肉有幾多啦。咁啊係唔係咧？人哋俾咗個答案嘅，仲搞笑，佢話：阿 D 你咧9成嘅咧都係脂肪，得1成肌肉嘅啫。其實細個嗰陣時真係養到肥啲啲，好開心㗎！見到佢，始終屋企老人家啊，同埋我自己，因為我可能就得佢一粒仔咁嘅原因啦。個個覺得肥啲都係冇問題㗎，BB仔細個嗰陣時，就係因為大個先覺得佢有問題啫，即係驚自己身體啊，佢又幫佢驗糖尿啦，即係驚佢話由12歲就驚佢有糖尿，因為佢爺爺咧係個重糖尿人㗎嘛。上到中學，健樂胃口有增無減，每日午餐屋企人都幫佢預備好足夠份量嘅飯餸。不過好多時佢食完飯都忍唔住去學校小賣部再買嘢食。隨住嗰個肥胖個年紀下移咧，正就解釋咗我哋近呢幾年好多數據咧，就係第2型糖尿病咧早發現嗰個頻率咧，亦都越嚟越多。10個病人之中咧，有2個咧就係40歲以下嘅。咁呢啲數據同以前係完全唔同啦，因為糖尿病傳統上係一個老人家嘅疾病啊。亞洲嘅人口之中咧，我哋都係其中嗰1/3偏肥嘅人口嘅。就算係黐肥或者極端肥胖嘅人咧，我哋講緊咧，成年人口之中都有5%度嘅。由細到大都係超重嘅李柏恒，而家體重超過300磅，患有高血壓同糖尿病。佢話肥胖對佢造成好大阻礙，甚至影響工作。因為我做嗰個行業經常要企啦，一日我哋都要企差唔多8、9個鐘頭以上嘅，咁啊會導致個膝頭哥啊、腳啊嗰啲地方會好酸軟、好痛嘅。有陣時搬起嘢上嚟啊，好多時嗰個腰啊容易攰咯，容易酸痛咯。
人哋急步行起嚟就冇乜嘢啦，咁我哋急步行起嚟好多時都會喘氣咁樣啦，比較辛苦啲啦。有少少好似多年嚟，佢試過用唔同方法減肥，好似食營養代餐、做運動，但成效唔大。起初都冇話諗過咁嚴重嘅，即係話係諗住做下運動可以減得到㗎啦，即係游翻下水都減到。但係因為肥咗做運動會辛苦咗就做少咗，基本上係惡性循環都好似。縮胃就係用手術嘅方法將個胃大彎切除咗。其實胃本身咧個容量係有1至2公升嘅。咁我哋將大彎切除之後咧，個胃咧就由一個袋變咗條管咁樣。咁因為個管嘅容量咧只係得返100-200毫升，所以佢嘅食量咧會大大減低。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因為胃大彎咧係有一啲肚餓嘅荷爾蒙分泌嘅。咁你切咗之後咧，其實呢個荷爾蒙嘅分泌會減少，所以個人個肚餓感覺咧，亦都會減低。李柏恒依家體重超過300磅，多年嚟肥胖除咗令日常生活帶來不便，亦影響健康。佢決定接受縮胃手術，希望告別肥胖。都係想為健康啫。其實形狀我就話唔介意啫，但係好多時個個都話啊，即係話你肥啊咁樣成咁都有少少唔係咁開心嘅。其實都想試下可唔可以藉住手術去真係改變一下咯。我喺2006年嘅時候發現到自己有高血壓啦。08年嘅時候有埋睡眠窒息，09年有少少嘅糖尿。我唔想個腎負荷得太重，因為越嚟越食多藥啦，食得藥太多，我覺得我而家咁後生，我點樣可以個腎點樣可以令到維持到80-90歲咧？個腳板嗰個位係啦。以文年幾前嘅體重超過200磅。做完縮胃手術，1年間佢減咗70磅，體重而家慢慢回復正常。而家脂肪含量就17%，其實都已經好理想啦。已經做完手術之後，覺得成個人唔同晒啦，因為所有病基本上都好翻晒。之前嘅睡眠窒息啦、糖尿啦、血壓高全部已經遠離晒我，咁覺得好似一個死過翻生感覺啦。咁唔好食得太急，同埋要食多啲。直至到而家食嘢嘅速度都係比較慢，係唔可以一次過食得太快太急。汽水嘅嘢已經唔再飲到，因為每一次飲咗汽水之後，啲氣會湧翻上嚟，個胃會唔舒服。食肥膩嘢亦都會令到個胃嘅移動會慢，咁所以所有啲唔健康嘅汽水啊、肥膩嘢都戒晒。盡量飲水咧，就越嚟越多人喺細個就開始肥胖咧。咁但係個問題咧冇及早去改善，咁所以去到大個嘅時候咧，個體重已經超標，超得好緊要。運動或者用其他方法減重咧，已經難好多㗎啦。所以先至被逼真係冇辦法啦，要用手術嘅方法。如果可以的話，喺早啲嘅期間，喺未去到咁重嘅時候咧，控制到個體重咧，就希望就唔使用呢個手術嘅方法去處理。蛋好味。讀緊中1嘅健樂，中意食嘢多過做運動。學校放假，佢都會選擇坐喺屋企打機、玩網上遊戲，仲經常玩到唔瞓覺。之前玩到刮爛晒，起碼我刮爛到3個仔。我唔出街㗎，同埋自己不嬲都唔中意運動。我唔打算咁快減磅，諗住 keep 住就得啦。健樂話唔會主動做運動，依家都係靠學校1星期2節嘅體育堂先喐下。最憎跑步，
尋日磅位多咗成4公斤左右啊！雖然我有做運動，不過可能食得太多超支。港大醫學院分析咗10萬名中小學生體適能數據，發現香港學生除咗體能比內地、新加坡同歐洲差，學童當中有近1成係黐肥。香港嘅小朋友咧，其實身體係比較孱一啲嘅，缺乏做運動咧，就一定係肥胖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嚟㗎啦。睇電視啊、打機啊、望住熒光幕啊，或者玩 smartphone 啊，呢啲時間咧就好明顯咧，就會多咗好多過分吸收熱量嘅時間。當然打機咧，亦都會直接影響到小朋友做運動嘅機會啊，同埋影響到佢跟住睡眠嗰個質素。小朋友如果缺乏足夠嘅睡眠咧，係大大增加咗佢肥胖同埋之後有新陳代謝病嘅風險嘅。健樂媽媽費盡唇舌，終於說服健樂報名學打棍網球，希望佢唔好成日留喺屋企打機。一就係想揾到自己真正好中意嘅運動啦，同埋都係想減肥，就努力 keep fit。俾人嗌肥仔有咩感覺？冇感覺，因為我自己係。會唔會唔開心㗎？冇，自己係啊嘛，冇計啦。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冇咁自卑啦，肥仔，冇咁自卑啦。喺朋友嘅支持同鼓勵下，健樂話而家已經開始慢慢冇咁抗拒運動。咁開頭咧，佢就似乎唔係好願意嘅，因為呢個運動咧嘅跑動都比較多。但係我譬如做後衞咁佢好犀利啊！你咁快跑埋嚟，我一撞低咗你啦，咁佢都有啲滿足感啊！耶！輸咗啊！文太按照營養師建議，開始為文裕實行減肥大計。除咗唔俾個仔食零食，3餐又要將飯量減少2成。始終我覺得佢都係好細個啫，你要佢去跟足，即係譬如大人減肥啊，都會即係有啲 depressed 㗎啦。即係減肥，一來又唔可以食甜嘢啦，二來又唔可以食自己中意食嗰啲嘢啦，食開啲嘢又唔食得啦。即係有啲substitute俾咗佢，譬如話我俾你食多塊芝士啦，或者俾你食多嚿蘋果啊，食多條香蕉啦，咁佢又 OK 嘅。控制食量之餘，文太依家規定文裕每個星期要做2次運動，希望下次見營養師嗰陣減肥見效。見到其他小朋友咧，佢哋真係好 fit，同埋嗰個鬥心好強嘅。咁我覺得最緊要係佢自己有一個鬥心啦，去挑戰自己啦，同埋有一個責任感，就係你要應承咗要做嘅嘢，你就要做。咁同埋咧，佢能夠可以回落翻去嗰個 BMI 去正常嘅水平啊，同埋自己個體能方面有進步，我覺得已經 OK。係啱咗嚟，1、2。佢初嚟嗰陣好唔願跑啦，捉住媽咪啊，唔願落球場啊。見到佢嘅進步其實都好大，可以由3分半、4分鐘一個圈，去到而家2分30秒一個圈。佢俾本手冊睇下書仔啊，掂住2點 ，OK 㗎啦，靚仔。2星期後，文裕再嚟見營養師。你覺唔覺得你自己過去嗰個禮拜咧瘦咗少少啊？又或者覺得冇覺得嚇？咁你覺唔覺得自己行路輕鬆少少咁得啊？有冇覺得跑步冇咁辛苦啊？有冇辛苦啊？有冇啊？有冇？有啊！有啊！哇！咁叻仔啊！咁咧就文裕嚟講咧都叫可以啦，咁都跌咗1磅嘅，係啦。咁當然咧就如果咧我都會希望佢可以達到2磅嘅。咁佢依家睇電視嘅時候咧，我就叫佢踏步咯，即係攞張矮凳仔咧就要做踏步嗰個運動。教你嗰個。係啊，咁就要一路睇電視就一路做咯。仲有咧成13、14磅要減喎。咁你1個禮拜其實嚟講叻仔咧
1磅嘅。咁你只係忍口，你唔食嗰個曲奇餅，食我話俾你食嗰啲餅乾咧就得㗎啦，可唔可以？我覺得社會富裕咗，食物嘅選擇性多咗啊，唔代表話放縱啲細路仔喺任佢食啊。希望佢可以上小學之前咧，佢就 develop 咗一個比較好啲嘅習慣先。幾時應該係需要忍下口啊，食少啲，同埋夠就得啦。目標減到5公斤啦，唔好肥落去咯。我哋首先一步就千祈唔好肥落去咯。有決心同埋持之以恆，唔係咧就減唔到啦。